新北市中和有一间国小，有一个姓李的身教组长，会用学校的公务信箱寄送到亲情的海产，互人甲人推销这个海产，佮会伫上班时间来收钱发货，公私不分。另外，这个组长针对着老师盗号排班嘛无公平，会犹太甲伊关系较好的老师。学校是出面来驳回，讲这个盗号排班是照规定来轮流，后续会改用抽签来决定。推销这个海产的行为并无盈利，已经口头甲劝诫，请伊莫安尼做。后续嘛会来开会来讨论这个处罚的问题。他缺少的是有人可以在家里帮他复习这样子。镜头前，大方分享家己的教学理念。这个姓李的老师伫咧中和一间国小做身教组长，到尾20年，伫咧山顶教育平台网站累积超过1000多件影片，让学生看免钱，伫咧厝内买当学数学。就很好奇啊，我就说，为什么你会想要看这个东西？2017年，姓李的老师把得到第一届田育伟先生教育科技奖。真侪年来，透过科技协助学生学习，卖替学校写程式，减轻校务负担。不过，即马说起其他老师也了讲，上班时间伫咧做私人的代志。规排历史电子批显示，李老师真侪年来，毋若一摆用公布的电子批，甲学校的同事寄团购批。原来伊个含其他老师推销引导致富的海产，佮会寄卡达录库，毋过用的却是学校的公布电子批，防指控上班时间伫咧收钱送医药费。订过的我才会帮你建一个群组，所以他不是针对全校跟吕老师说，我们不宜有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所以他当然会觉得后悔。毛同事替李老师讲话，讲团购发批，毋是伫咧上班时间收钱，嘛是伫咧下班后。毋过李老师牵涉争议，若伫咧学校替亲情宣传海产团购，个人指控伊盗号排班无公平，含伊关系好的老师排班特别轻松，佮我伫咧防灾演练的时，对其他老师讲话歹声少。但是事后他也发信跟其他跟我们学校的同仁说跟道歉，其实他都是照班级的那个级数编排的方式去做排的但是老师就有少部分的老师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新北市教育局作出回应，讲盗号是依规定伫咧轮值，即马有收集老师的意见，计划调整。针对李老师的推销行为，学校讲无伫咧收钱，即马已经有伫咧改考劝，会搁再开会讨论看要安怎处罚。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